买睇未來嘅內地報道，同大家共下來看到，除了印尼草本圖向前共下了解到嘅工業造成嘅空氣污染之外，就後者嘅研究，奧多拜韓國海洋嘅交通污染排放係生活當中最大嘅污染源。台灣地下總區域之前400萬台嘅奧多拜密度係全世界最高嘅，出身環保署補充民眾老污染長途客高嘅二行廠奧多拜問題，不過當然還係唔係為到價錢嘅原天嘅補助，除買一輛新嘅奧多拜，就業者還推出嚟停下來3秒，引進出為刺痛點體嘅車款，希望做得加減少廢氣排放，還有空調冷排放嘅電動奧多拜，未就近來見到人為賣。防止空氣污染對奧多拜開始來做，喊做得用辦來做喏，下來圖向前共下來了解。我們主要基於足建設對關的發現，亞太已經有10公年研究的二行廠奧多拜係個性上主要的交通工具。佢講其實佢咪啲二行廠奧多拜唔環保。唔過同人共用，佢知道總共出台不經聽，便宜比便就好。那幾千塊啊，我們買的新的7、8萬花不來了啊，所以我們是跟他按價錢跟那呢，免看清的。二行廠奧多拜係陸空動習看到會見出現的差嘅，佢排放出來嘅碳氫化合物係4行廠奧多拜嘅400匹安多。也係規女含有222萬台二行廠奧多拜，因那嘢就從走下，迄檢查排放出來嘅交通污染，卡體係懸浮燃料來源的36%安多，係規女前台嘅污染源。在特定的這個都市裡面，相對於鄉村來講，就是車子多，那車子就最主要就是用柴油跟汽油，所以我們叫做油霾，所以油的 PM2.5是很重要的一個來源。那一般來講，在都市裡面的汽機車的排放所佔的 PM2.5常常會超過1半。也下柴安多想要減少廢氣排放，4年前環保署公布嘅停車態速管理辦法，柴係會停超過3分鐘，引擎就會變起點。唔過當然剎車道當廢氣，真見會比下面人減怕冇多。喺做外部嘅營業關下來10擺、20擺、30擺嘅時間，確實對啲鎖匙嘅開龍關。還有個發動機嘅起碼落去有發通，關體有點體，起碼有發通，對這個磨損耗損呢一定會影響。所以落保險第一冇方便，第二講罰錢。也還有奧多拜業者設計出自費不用點種子，只要引擎溫度到一定的標準，才斷點下來3秒鐘，引擎自動就會點下來。我講安尼一擺上唔到乜嘅汽油。環保署統計，室外柴斷點引擎和進轉的時間，一年少30分鐘，一年就會少排放1.4噸的二氧化碳。係講用全台灣奧多拜減減的為1400萬台來盤算，差唔多就會誤錯台灣森林公園一年吸收的量。一般的普通的 QC 來講，佢一粒做得就差唔多38公里前後啦，哦。我哋過山呢台柴以後呢，將呢個 ISA 嘅技能嘅智慧型嘅休眠嘅種子標落去以後呢，佢做得行到一粒做得到43公里左右嘅。唔過，室外用汽油就經常會有廢氣產生，頭一輕人士隨行天通奧多拜卡成功嘅所在，室內總共有289個觀天站，希望打造出對天通車較好嘅環境。中業部林先生1年前換的天通奧多拜，一下唔單槍完全冇排放廢氣，交通費未比先前上1多。我一個月大概騎油車來講，差不多要花300-500塊。那現在差不多我一個月只要花幾十塊的電錢。它1塊錢可以騎到22公里的那個續航力，所以其實它在能源效益上面是相當高的，而且一台車的使用大概可以讓我們種樹大概相當20到30棵的那個種樹的那個數量。想要控制奧多拜嘅排氣量來做好環保，民眾已經有眾多方法好做。唔過好在強調係講話有效降低細懸浮燃料指數，減少4年嘅交通空氣量，用下強力嘅動力能源，就係一定要見外做嘅。
喺摩都上下班期末限的时间，停车限喺东南片面，飞机满天比，影响大家空间。下个新闻，你进入中收片前奏，综合报道。